环保局长许仁哲表示，台南市第112年首度推出幼幼专案，大受好评。因此，将113年扩大为一位儿童会当提供直系血亲申请坐台补助。同时，为了照顾到国际族群，台南市也特别新增了外送员专案、青年专案，只要是符合资格，全部拢加码3000块。这5年来，台南市的废气排放在我们的晴空计划底下，废气排放已经大幅减少了。那因此呢，非常谢谢大家过去历任市长尤其过去从赖清德市长，一直到李梦燕，一直到我那这些对于电动机车的补助，我们一向不遗余力。那今年更加增加了这个外送员专案，还有增加这个幼幼专案2.0那对于租车的方案，就是在台南就读的学子，即使你不是台南人，那最好是把户口迁过来。但其实没有的话，那我们还是一个月补助200块，一个6个月补助1200那1年2期的话就补助2400的这个租车的费用。那我们这个部分是希望说能够鼓励更多的年轻朋友，以及外送专案是高用量的朋友，他采用这个我们的申请来补助。那也希望这个补助能够获得市民朋友们的支持。不止政府祭出优惠，各大电动车的车商为配合政府净零减碳政策，包含三叶、中华汽车、台铃、洪嘉腾、GoGoLo 以及摩特动力，也针对市民购买电动机车提出自家专属优惠，内容为提供优惠月租、维修代步服务车、买车送点数等优惠真多。最近想要换电动车的朋友，这优惠专案就要赶紧研究看卖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